同市技术职业工会中营分会进前是讲要伫春节来罢工，也毋过昨暗伫行政院甲相关部会协调之下，即马劳资双方已经讲好势，这公司会调整薪水甲津贴，也若工会嘛会配合，今年的春节甲清明年假拢会照常轮班。由行政院副院长陈文灿见证。同市技术职业工会理事长李胜元，甲中营航空的副总经理朴惠平代表劳资双方达成几项协议。本来传要伫咧春节罢工的危机，即马解除，互订票的旅客甲旅游业者心情较放松。这个专案小组已经成立超过2个礼拜，那最后也是密集协商了20个小时。那我要特别肯定长荣航空以及机师工会都能够发挥智慧。创造双赢。技术工会发声明，讲双方达成4点协议，公司同意搁再调起飞行员的薪水，正驾驶1个月13500，资深副驾驶1个月10000，副驾驶1个月1万。有关外站津贴的部分，公司答应的定期检视，并且赶紧伫咧顶半年度进一步调起。另外，公司同意无直接以正技术的身份聘用外国籍的技术。自协议生效即天开始，到民国115年5月30日为止，工会袂搁再就这3项协议的内容发动争议行为。旅游业者希望以后大众交通运输的罢工有顾期会当法令化。大众运输相关，包括铁路、航空啊相关这种大规模的这种公共运输呢，它的整个的罢工呢需要一个预告期。当然，旅行工会的版本希望是1个月。那这个部分来讲，把它就是制度化。劳资争议正式结束，也代表中营航空的技师伫今年春节甲清明未罢工。交通部长王国材呼吁中营航空的高层爱定期甲工会对话。中营航空表示，其有守护旅客权益，已经上大可能甲技术工会达成协议。记者综合报道。